Hello，歡迎返到阿 May 嘅 channel，各位街坊大家好啊，我係阿 May，今日得閒想同大家分享返而家喺中山買樓嘅一啲避坑指南。咁先嚟同大家講一下，千祈唔好自己一個人勇闖大灣區啊！而家我就分享一下中山買樓嘅血淚警告啊！咁呢三類樓嘅話咧，你買咗實蝕都喊。咁下面嘅話咧係一啲真實嘅降價案例。咁各位街坊，作為喺中山從業4年幾嘅地產經紀，咁今日咧，我一定要將開發商拎得最深嘅3個買樓陷阱完全揭開，咁全部都係粉絲親身經歷嘅血本教訓啊！咁睇完嘅話咧，你買樓至少慳翻30萬。咁第一坑，遠郊嘅巨型大盤，南朗嘅某海灣城同埋三角嘅迪某湖。呢個簡直就係銷售吹水現場啊！咩千畝生態城邦、未來城市副中心，但係現實衝擊係南朗嘅某海灣城，2020年新樓2萬一平，2026年二手7000蚊一方，咁業主嘅話咧蝕埋成筆首期，喊都冇眼水啊！咁跟住咧就係三角嘅迪欣湖啦，高峰期14000蚊一方，咁而家咧5800蚊業主急售。點解會係咁呢？因為周邊連一間超市都冇啊，所以真相係呢一類盤淨係靠營銷撐場面，配套10年都未兌現到啊！咁住入去嘅話咧，就好似踎響孤島上邊，轉手嗰時候咧，接盤客仲稀有過熊貓。第二坑，工業園旁邊嘅樓盤啦，火炬融創某盤同埋沙朗嘅中莊翠庭，銷售營銷嘅話術咧係產業新城，人口紅利加持，但係殘酷嘅現實係火炬嘅融創某盤高峰期係17000蚊一方，而家咧7000零蚊，產業工人寧願租城中村啊！咁沙朗嘅中某翠庭以前係15000蚊一方，而家咧都係6000零蚊，咁幾乎咧每日可以聽到工廠嘅機器瞓覺，重點係。流水線嘅工人唔代表高購買力人群，買樓要睇接盤客嘅荷包夠唔夠厚，唔係睇工廠嘅煙通多唔多。第三坑，偽高端溢價盤，簡直就係智商稅嘅名場面啊！火炬嘅華虹某盤22000一方，對面嘅聚豪園8000蚊方，同一地段差14000蚊一方。西區嘅某江景盤17000蚊一方。而隔離嘅魚水灣8000蚊方，同樣係望江景，差價咧竟然可以買到一架車。咁喺呢度咧，阿 May 警告大家，新房嘅價係虛嘅，二手市場咧只係認地段嘅競品價，高價接盤等於俾開發商交智商稅。咁我想同大家講一下響中山揀樓嘅黃金法則啦。真正嘅優質盤淨係得20%，優先揀石岐啦、東區啦、近地鐵加埋現樓。記住，地段大於開發商，開發商大於價格。唔好信未來規劃呢一啲吹水嘅，同埋買樓至少要實地考察3次，分別係早中晚，分別睇套音啦、配套、人流。咁淨係睇樓嘅街坊，評論區可以留低你關注嘅板塊啦，我幫你深度測評一下。會唔會係坑？咁 follow 翻阿 May 啊我啦，覺得呢一期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咧，可以俾一翻個 like 我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創作嘅動力。阿 May 用10年嘅地產經驗，幫你避開中山90%嘅買樓坑。咁我哋今期嘅節目咧就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